来看海巡署台南查缉队13发现一只外国籍的渔船钓咱台湾的鱼仔，无开船内辨识系统。就船检查了后，竟然发现船顶是有超过718公斤的毒品，专案送地检署侦办。接近该艘可疑的船只，准备进行登检。伫寮片头西南方大约128海里的公海海域，南国海巡人员发现可疑的船只，造成几摆警示声示警，因为对方毋那是加速逃走，甚至冲浪咱国舰艇。船队了，你们3队，停船了。一直到达到1点钟，海巡人员找到机会，紧紧跳起哩，下令对方停止行动。13发现的这只外籍渔船，那关掉船内识别系统，搁调港挂咱国国旗。一查才发现是一只为柬埔寨出港的山姆渔船。这什么？不知道啊。这叫大马。大马，找来这套，所有东西都给清出来。船顶4个人拢是中国籍，问什么拢唔知。因过9点外观亲像风水地啊，有48地调查发现，干那离轨毒品大盘就超过472公斤，一级毒品也有209公斤，期待超过15亿。查缉的过程堪称戏剧性我们原本是要抓偷渡的，那结果抓到毒品。台湾毕竟是毒品的输入国，像这类的毒品啊，来源还是属于东南亚、中国大陆这部分也是会有运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但是以这个案子来说，因为它从柬埔寨出港，那船上有那么大宗，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初步判断它是母桶的一个状况。海巡署已经报请台南地检署扩大侦办各项顶面调查，因过专家也点出，目前想要偌济海上毒品伫警报将下密密仓的调查，甲执法强度恐惊都没人挑战。即便你掌握那个船舶的方位，你要上去查的时候，不知道说哪边有密窝或密藏，都是叫瞎子摸象。所以说，就是很仰赖就是执法者的经验，怎么样运用我们的强制力，包括最后不得已的武器行使的问题，一直以来呢都很困扰我们。专家认为，进前金门2014事件已经互前线海巡人员感觉压力，呼吁政府爱护海巡器械使用条例更加接地气，希望为人员训练装备提升，到发展面拢会当有完善的讨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